好像你们的气质也不太一样了，是跟我的化妆有关系吗？认得出我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苏米恩。怎么那么冷静啊？真的认不出我了，我不认得。好，谢谢大家来，然后带来的第一首新歌，就是你刚刚看到的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海风吹过，说你不说。从来没有听过快乐许多，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，纷扰太多，互相冷漠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爱情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吹过，说与不说，歌声从来没有听过快乐许多，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，纷扰太多，互相冷漠，由我来保守。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爱情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爱情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别说出口。好了，今天感觉很拘束了。
因为刚刚才结束了那个很难熬的记者会。刚刚是记者会啊，所以我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给记者看一下，就是给更多还不认识署名的人，至少不要那么快露出真面目，把他们吓到。你们是比较熟悉的吧，对吧？不然还是你们是路过的。然后就刚刚还有大明星，刚刚有苏打绿的戚风有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给他凹一下拍照，他也是有化妆啊。对啊，碰到记者都会怕，还是要化妆一下，不然人家记者拍到什么都不知道的，还要穿这样，你不知道裤子很憋吗？刚刚，好难受。好啦，轻松一下。那既然是抢听会，今天就是唱专辑里面的歌哦。但我本来还是很期待大家跟我一起唱啊，可以啊，可是想想，不对，新专辑抢听会好像不太对，所以可是又很希望有那种互动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互动。我不知道我已经晋升到偶像的阶段了吗？还有人在纠正我。好，那我想要教大家唱一首新歌里面的一首歌这样。然后写新的好不好？你们就是首批协会这首歌的。好，这首歌放在新专辑里面叫做《我爱你》，对，就是 I love you， 对 ，I love you， no 哈哈。那英文怎么讲啊？英文就是我爱你，那个日文呢？愛してる对。差了没？还有什么？台语，我爱你。没有学过阿美族语吗？没有吧？没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我教大家就跟着署名的脚步就对了。我讲一次给大家听哦，叫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难。怎么了？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难。有没有觉得很简单啊？超简单的，这句话又那么实用，走到任何一个国度都可以用。你如果你有一天你认识别的国家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教一句台湾原住民的我爱你？就这句了。对，很难哦。不会吧？让我来教大家比较简单的方式哈。那我有音译法来。换下一页像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难。马乌拉海其实就是喜欢哦，喜欢。就是原住民的文法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是动词啊动作都放在第一个。马乌拉海喜欢什么？谁在喜欢呢？嘎古就是我喜欢你喜欢什么呢？最后一个受词放在最后面，迪苏安难。迪苏安难是最高级的你哦，通常我们都讲迪数，然后如果讲高级一点叫迪苏安难，但是再更高级就变迪苏安难，有没有很厉害啊？阿美族的文法，这样有没有像那个教英文的，还要分受词、主词、介系，没有介系词吧？没有，这样就懂了哦。因为阿美族没有爱这个单字啊，那只好用受词最高级。就是你，没有别人，就是你，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，那就是一个阿美族在表达爱这件事情。就我们个性给人家印象都是比较开朗、大方又直接，没有想到谈恋爱的时候，祖先没有发明谈恋爱的句子，所以只好用这么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对爱情这些表达，就觉得阿美族很矛盾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一点觉得没有关系。就是阿美族的世界就这样，什么都可以很大方，但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小情小爱回来继续哦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迪苏安难，连在一起，马乌拉海，嘎古，迪苏安难。好，这首歌怎么唱呢？就是唱这一句，超长的哦。
可能这个教学要大概花半个小时。几个 key 好了。后面那个底刷那念快点，就底刷那了。这样了解了吧？是啊，我知道你们都第一次啊，我也是啊。但是到这7月5号开始演唱会之后，就要靠你们了，跟我一起上，然后就很安静，就尴尬了，对，所以还是要先帮你们教会，试试看哦。key 就这个 key 哦。啊。忘记 key 了。可以吗？谢谢你们喜欢我，快了哦！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新歌了，好吧？虽然人少少，还是有相互依偎着。好，大家这首歌，我爱你。好不习惯，跟偶像没有弹乐曲。
好听吗？好听。哇，这首歌连 MV 都还没出来，你们就会唱了，不知道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还是好事？啊，是，当然了，你们都听到了，藏不住。其实这首歌本来有一个导演要拍的，然后中间我这样做这张专辑，真的碰到好多新的困难，工作上面的困难，但不过都克服了，所以才有办法到现在分享给大家听。然后导演后来改跑去拍《别再独揽》，也还不错，很厉害，而且导演就在现场，我们欢迎郑志祥导演。谢谢导演，谢谢你把水塘搞定。刚才一直在亏导演，然后水塘刚到台东啊，刚到都兰，全部风景都在都兰拍的哦，才刚到都兰嘛，开镜的第一个镜头就躺病床，然后第二个镜头躺车子，第三个镜头更猛，躺马路，然后最后一个镜头躺我肩膀。然后学堂就会说，学堂的宣传的助理就很好奇，导演，学堂都没有站着的戏吗？怎么都是躺？他应该也是第一个躺部落马路的大明星吧？我都还没躺过。然后说，哇，导演有办法把大明星叫来部落，大概只有9个有躺过马路吧。学堂还可以躺啊，而且他说下雨哦，那时候很担心不会停，不过还是很顺利的把《别再独揽》这支 MV 拍完，要不然真的要赶时间，就大家时间抢不出来，就水塘还要去内地拍那个面包国的女人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新闻吗？啊，没关系啦，就是最近很多新闻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要登一下新闻，我感觉到很不习惯哦，对不对？我拿一个面纸把自己的脸擦一擦，习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平常都会看到你们拿相机来拍啊，可是最近你们都不喜欢那样子，不怎么爱拿相机出来拍的样子，感觉好像我变了，然后你们不怎么喜欢。好啊，转变是一种方式啊，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，先把这扇门打开。如果这扇门够开够大的话，我觉得接下来再讲一些内涵，再刚刚告诉他原住民的一些故事，我才有那个机会，我才有那个舞台。要不然我也知道，就按照我以前的方式，自己自由自在的唱，不是很快乐，应该很快乐。已经有文化包袱，现在又有偶像包袱。当然有一首歌我放了很久。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也始终没有把它放到我的专辑里面。其实我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我的生活之中，只要是我身边的亲人或朋友们。这首歌就是因为我爸爸讲的故事，就讲他的年轻的时候的事情。我觉得我运气很好，我可以朝着我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迈进，然后最后可以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族语歌手。但是我爸爸显得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。听完爸爸的故事之后，写了这首歌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听到还是我原来唱这首歌的样子。虽然新专辑的音乐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都是一种尝试。那我还是回归最原始的那个时候唱这首歌的感觉，鸳鸯。献给各位。哎呦。
干嘛？马路来伊比不定啊，马尔的阿萨马阿呢，萨卡鲁马卡迪干嘛？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哟啊嗨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。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。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哟啊嗨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。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。哎呦啊，哎呀那哟耶，哎呦啊，哎呀那哟耶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然后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就是能做到第2张专辑，真的是动用了超多工作人员的，然后我很感谢我的家人，就我的头发是我妹妹用的，我的化妆我的小阿姨，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啊，就是全部哦，每个人哦，除了他们自己过来帮忙做这张专辑以外，男朋友、女朋友、爸爸妈妈全部都一起来帮忙，就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工作人员带所有的家人一起来，你知道这是动用的人力超多的，就从专辑的开会开始，然后一直到制作，我想就分享一点点我们的幕后花絮，好不好？我们请看一起啊。不会啊，干嘛对不起？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啊，没关系啊，要不然我觉得今天就，对，今天就这样就好了，不用再找时间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因为你有压力，你也唱不好。OK 吗？耶！啊，好开心哦！最好听的放这一首哎，有个好听吗？会哭吗？会哭吗？对啊。没有。
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这样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。应该是第一条路吧。有人谈过刚打西的朋友。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这样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阿伯啊！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没有发专辑有没有很好笑，因为很辛苦，就是有些超，我可能一般朋友没办法知道的那个工作的状况这样，然后还有更多的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们呢，然后很感谢，然后好啦，去唱歌吧，然后唱那个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完的歌曲，如果唱母语是我的造文啊，唱中文我也不烂啊，可是他真的要唱日文了，就真没辙了。然后这首歌一直拖很久，主要是我的发音，怕日本人会笑啊，怎么还有山地口音？都已经说中文有山地口音，说日文有山地口音，糟糕了。所以中间透过很多时间，透过优卡来矫正了很多发音啊。今天重新再唱，虽然以前常唱了，看看有没有现场表演会不会透露出一点点。好，那就带来这首歌 solo。
哎呦，怎么都是抒情歌。然后其实我这张专辑其实有放一些比较特别的歌，就是重新编曲，然后听到这张专辑，你会听到很安静的歌之后啊，马上会跳到蹦哧蹦哧。所以安静的歌，如果你想要沉淀的下来的时候，记得按暂停，要不然你会被下一首歌吓到。然后它歌曲的编排为什么要这样排那个曲序？是因为音乐的氛围落差很大，因为这张专辑做了很多尝试，大家可能听到的巴萨诺巴，刚刚听到的英式摇滚，还有现在在做的这些刚刚 solo 那样民谣的方式，里面还藏了很多会吓到各位的音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。然后也没有一个歌手专辑都还没有开始卖就已经抢听过了，听完2个礼拜之后才会拿到专辑，这会不会太让你们期待到受不了？我不晓得啦，但不晓得现在，我觉得内地比较厉害，不知道内地有没有载点。我知道我上一张专辑内地载点是放在日韩流行类，然后我不晓得这张专辑会被放在到什么样的音乐类型，我不太知道。那我待会唱这首歌是我觉得一个很不好归类的音乐类型。演唱会当然不会这样表演啦，今天只是因为不太熟悉，所以就暂时用这样。好，高一点啊，我自己调。好，怎么有点像出事情的？好，我们吵一下好不好？现在下午2点3点，大家想睡觉，给大家振奋一下，现在带来这首新版本的《信狗》。
这样知道演唱会那天会有电音 party， 知道吗？到时候会加上很多声光效果，不要吓到哦。类似这样子哦，有没有？你们自己准备，你们想要带的什么道具，不管怎么样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气球这样泡泡的没有哦。到时候绝对是闪亮的哦。然后因为里面做这首歌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听起来像拉丁，又很像印度电影嘛。然后你知道隔壁录音室是萧敬腾，他可能就一直看那个玻璃橱窗，隔壁是在录宝莱坞的电影配乐，所以录完这首歌超诡异的啊！我们那天很嗨，全部的人笑翻了，因为这个旋律铺下去啊。其实那时候想象，你知道我当初在做这首歌的逻辑是，既然大家都可以结合世界不一样的民族音乐，假如说拉丁也是一种民族音乐嘛。然后印度电影也是一种民族音乐，那我就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民族音乐放在我自己想做的民族音乐，就是阿美族这样，就融进去了。没想到全部的人都笑翻了。那个过去式了啦，笑归笑，这首歌万一爆红怎么办？我就想要用这首歌。我本来要快闪，然后在昨天因为台风来了，部落的孩子因为然后铁路断了。没办法上来台北，那没有关系，帮忙家里这样捞水，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天大太阳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故意的哦，你们哦，哎呀，所以这个礼拜整个心情很低落，因为本来要快闪，都花了好多时间去台东、台北来回跑，然后带部落的孩子上来台北，孩子们也很期待上来台北快闪，然后下大雨就把所有的行程都打乱，不过这件事情还会做了，就部落的弟弟们，他们很有自信的，已经准备好，就在练那个胸肌腹肌，免得被人家笑拉长。对，会跟哦，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很努力啦，等到7月的时候，我会带他们发片演唱会之前带他们上，他们也会跟我在发片演唱会的时候一起来玩嘛。这首歌反正就很有活力，很有年轻人的感觉，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更有具体的形象出现，所以用这首歌去快闪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让大家这个礼拜有机会看到，本来有机会看到的。不会啦，想听，因为你们今天已经听到哇5首歌，一般专辑的歌都被你们听完了，你们可以放窄一点吗？然后也很感谢，因为我这次的台风来真的是太美妙了。我爸爸船刚好靠港，然后要出港的时候台风就来了。我爸爸从来没看过我发片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妈也常常跟，所以我知道。我妈妈帮我做这个项链，看到吗？三井这个是我妈妈做的，亲手做的。我不晓得会不会变周边商品，万一变周边商品的话，那山上的那些树豆就完蛋了。因为这个很难采，又很难处理，还要晒干啊。然后妈妈很辛苦啊，然后妹妹帮我用头发，还有一个妹妹帮我当会计买便当，就做家里人。然后今天是我从图腾时期发唱片一直到现在，第一次我的全家到场的。我的家人跑掉，爸爸在后面了。我就可以在后台，就第一次，就我做唱片这么久了，从事这个工作这么久了，我爸爸一直叫我当职业军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发唱片的时候还不敢相信，我这样的喉咙还可以发唱片。然后对，终于今天有记者会，不是假的哦，是真的哦，记者会哦。刚刚拿下机的那个不是观众，是记者哦。然后很快，我觉得就在6月30号新专辑就会跟大家见面了。你有很期待吗？有。真的吗？有吗？今天没有现场的没关系啊，没有现场这个修复了，拉长，修过来拉长好。然后我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行程7月份的行程更满，因为演唱会一结束啊，就为国争光去日本表演。
日本一表演回来啊，回去部落带部落青少年的那个活动，然后结束之后还要去参加海洋音乐季，然后海洋音乐季结束之后又回去参加丰年祭。你会看到2种不同状态的宿命，很像神经病。就是当然我在台上的样子，大家可能都熟悉，都见过。当然我也欢迎大家来到部落里面去看到我做的这些工作，就文化包袱啦。然后，但我部落的样子或许跟台上真的有一些落差，因为我平常比较严肃。然后我也希望孩子不要因为把母语变成偶像化之后，大家都想要往偶像这件事情走。那我觉得偶像是一个很大的门，也是包袱啦。为了要把这个门打开，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原住民新一代的音乐跟新一代的想法。然后有越多人认识，我觉得原住民会更有力量。我常常鼓励我自己的部落弟弟妹妹们，就是我都当兵2年，奉献给我国家了。我希望他们将来也可以奉献2年时间，我奉献2张专辑，都做出一个给我自己的族群。我都讲那么多岁了，在艺人讲多岁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，假如奉献一些钱，演唱会的收入带回去部落里面，告诉那些小朋友。然后你们呢，都是我很重要的精神支柱。跟经济支柱，有你们，我才有办法做这么多事情啊！没有你们，我觉得我做不来这样的事情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没办法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族群，但只要你喜欢，你认同，我觉得你不是日本人都可以喜欢吃日本料理，你不是韩国人都可以很爱看韩剧，你不是原住民，我欢迎你们来服志愿役。原住民有14族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慢慢挑，你挑。我没办法选择，我只能服阿美族的役。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去的任何一个族群，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自由更大。那因为你们的加入，让我觉得我的音乐更有力量，然后我会继续加油的。谢谢你们。好。最后一首歌了，今天最后一首6首歌了，够了吧？专辑一半已经听完了，你们就赢了，你们就赢其他人了，懂吗？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我自己为了守卫我自己的家园，然后我希望我部落的美丽可以一直持续在，可以给更多人分享。这张专辑其实讲很多这种爱的事情，然后这首歌叫《John 署名》，约翰署名。这个要教大家掌声哦，你会不会？有点难。摇摆。好，冷静一下，今天哪一天？
主持人来帮我们介绍东西，然后就待会跟大家签名，好不好？署命会出何奇招，或是惊为天人后，究竟要表现都会时尚，亦或是部落荒野，还是夜市人生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，各位就是谢谢你们过来这里，然后就那个场地会就结束，然后现在是那个就是。